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返嚟我哋嘅頻道啦。今日我哋要講嘅係權力的48條法則入邊最激嘅一條，第6條不惜代價引人注目。呢條法則講嘅唔係叫你去做乜嘢瘋狂嘅事，而係教你點樣喺職場、喺人生舞台上面用策略性嘅方式去突出自己，讓所有人都睇到你，記住你。因為喺呢個世界，如果冇人注意到你，你就等於唔存在。所以今日我哋就深入探討呢一條法則點樣喺現代職場發揮威力，仲會教你點樣實踐佢，一齊嚟睇下啦。第6條嘅核心理念係咁嘅，喺權力遊戲入邊，曝光度等於權力。如果你做得再好，但冇人知道、冇人睇到，咁你嘅努力就等於白做。相反，有啲人可能做得唔係最好，但佢哋識得點樣製造話題，點樣引起注意，結果反而升職加薪，成為焦點人物。呢條法則嘅關鍵係要有策略地製造存在感，而唔係盲目去搞事。你要明白，喺現代職場，尤其係香港同台灣呢啲競爭激烈嘅地方，如果你淨係低頭做嘢，唔去主動展示自己，老細同同事根本唔會知道你有幾勁。所以第6條法則就係教你點樣用聰明嘅方式去確保自己喺眾人眼前保持高度曝光度，讓你嘅價值被看見、被認可。第一個例子，首先係古羅馬嘅演員柯基斯，佢喺羅馬競技場做小丑，當時好多演員都靠搞笑同雜耍搶鏡，但柯基斯唔同，佢決定用極端方法嚟出位。有一日表演啊，佢突然喺台上自殘，仲邊流血邊繼續表演，觀眾起初震驚到呆咗，之後爆笑加尖叫，現場即刻亂晒龍。從嗰一刻開始，柯基斯變咗羅馬最紅嘅明星。皇帝都專登請佢表演。柯基斯明白咗，人類天生中意極端嘅嘢，無論驚嚇定搞笑，都比平淡強百倍。佢用身體做代價，換嚟咗終身曝光，證明咗不惜一切引注目嘅威力。第二個例子係19世紀美國馬戲團大王菲尼亞斯·泰勒·巴納姆，佢搞咗個馬戲團，變成全球最大娛樂帝國。但佢點起家就係靠炒作同埋假新聞，譬如佢買咗個所謂斐濟美人魚，其實係佢將隻猴子身配上魚尾整成標本，呃人話係美人魚，仲要吹噓話係大溪地捕捉到嘅人魚，引到全城轟動。佢又將個5歲嘅侏儒細路包裝成武子將軍，話係歐洲貴族嚟㗎，仲要帶佢周遊列國，見皇帝、見女王，話係世界上最細嘅名人，其實就係個細路仔。雖然最後俾人拆穿，但係巴納姆已經賺到盆滿缽滿。巴納姆嘅秘訣係任何宣傳都好過冇宣傳，一旦你吸引啲人哋嘅注意力，絕對唔好俾佢流走。如果觀眾嘅目光轉向其他人，咁就係你嘅損失。即使負面都可以變成賣點。佢就係靠呢一招成為傳奇。2017年美國電影《大娛樂家》都係根據佢嘅故事改編而成。再嚟係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王爾德喺維多利亞時代以華麗文風同醜聞聞名，但佢點引人注目？就係刻意打扮得超誇張，綠色天鵝絨外套、絲綢短褲、太陽花喺手上，成日講啲挑釁嘅話，例如我只可以忍受無聊嘅人，無趣嘅人我絕對忍唔到，我乜嘢都能夠抗拒，除咗誘惑。時裝係一種讓人無法忍受嘅醜陋，所以我哋必須每6個月換一次。呢啲喺當時保守社會非常震撼嘅說話。但王爾德唔怕，佢用呢啲嚟包裝自己嘅天才形象，結果變成文學圈焦點，書賣到斷市。雖然最後因為醜聞坐監，但係佢嘅名聲名垂青史。王爾德教我哋，風格本身就係武器，用嚟蓋過平凡。講返現代職場其實都一樣 work。有個真實例子，講下我朋友阿 Ben， 佢啱啱入咗一間大公司做 marketing， 初頭成日都覺得自己好難出頭，因為同事個個都好勁，平時開會又唔敢出聲。直到有一次公司要推新產品，老細叫大家諗 idea， 其他同事都係用 PowerPoint 做簡報，
但係阿 Ben 呢就諗咗個新玩法，佢直接整咗個小型展覽，擺咗啲產品模型，又影咗條短片介紹，仲預備咗啲互動遊戲等大家參與。開會當日，全部人都覺得好新鮮，老細即刻記住阿 Ben，之後有咩新 project 都揾佢帶頭。阿 Ben 話佢就係參考咗權力的48條法則呢條，引人注目，先至可以喺公司入邊有自己嘅地位。而家講喺日常職場點樣實踐呢一條法則，關鍵係策略性曝光，唔好亂嚟。首先主動加入公司活動，例如 team building、午飯分享會、內部工作坊，唔好淨係坐喺度，要主動同老細同事傾偈，分享你嘅 idea 同經驗，俾人記住你係個積極分子。譬如喺活動尾聲，你可以提議下次我嚟帶頭搞個瘋狂遊戲，即刻出位。其次，主動展示成績，完成 project 之後，唔等人問就寫 email 總結，發俾老細同團隊，講清楚你點做，成果係乜，用數字講，例如呢個計劃提升咗銷售20%，慳咗公司10萬蚊。喺會議分享時講得簡短有力，配圖表，保證人人記住。第三，建立個人品牌，喺社交平台發文分享工作心得同行業觀察，寫 blog 講你嘅職場故事，參加行業研討會做演講，慢慢變成圈內熟面孔。第四，搶高曝光項目，例如公司轉型計劃或者向大客戶提案，主動報名，入咗去就全力以赴，俾人見到你嘅實力。第五，學識講故事溝通成績，用數據加故事，例如我呢個 project 好似巴納姆馬戲團咁，炒作成全公司焦點。第六，建立人際網絡，主動請人食 lunch 傾偈，幫人解決問題，慢慢你嘅影響力擴大，自然曝光多咗。第七，製造話題，提創意 idea，例如喺會議挑戰舊做法，話呢個方法過時啦，我有個瘋狂新招，但要專業有根據。最後呢啲要持續做，每周 update 一次，否則曝光會淡。第6條法則教我哋，職場如戰場，隱形等於輸晒，不惜代價引注目。無論歷史定現代，都證明咗呢一點。跟住做，你唔單止升職，更會變成不可或缺嘅人。但記住，策略先至王道，唔好盲目搞事。你有冇試過或者聽過邊啲引人注目嘅故事？喺留言分享你嘅職場故事。如果你覺得今集有用，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你啲朋友，一齊學多啲職場生存之道啦。下集我哋繼續拆解第7條法則，讓別人為你效勞，將功勞記喺自己名下，等緊你啊！多謝收睇，我係你嘅權力導師 Yvonne Lin，記住不惜一切，搶盡風頭先係王道。拜拜。